12校網對於家長嚟講都唔會覺得陌生。今日我嚟到大坑嘅永興閣，參觀一間3房嘅單位。由地鐵站步行返永興閣，都只係需要幾分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我 P 啦。我哋今日嚟到大坑參觀永興閣一個3房嘅單位。而呢個單位除咗有緊隨之外，有露台嘅位置，除咗望到大坑，仲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有露台嘅位置，單止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，視野仲非常之開揚。由於大門同客飯廳係冇玄關位，可以令到客飯廳更加實用。U 字形緊隨嘅設計，亦都預留返空間安放洗衣機或者雪櫃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喺開積上亦都相對之方正。雖然房間未必望到維多利亞港，不過都有綠油油嘅山景。我哋經過客飯廳嘅走廊，嚟到第2間睡房。業主喺度做咗好多嘅衣櫃，增加返收納。如果移除晒所有衣櫃嘅話，房間嘅實用空間亦都唔少。而浴室嘅活動窗亦都會增加返空氣上嘅流通。好啦，如果你想住嘅地方係寧靜一啲，但係想有方便嘅生活，大坑嘅永興閣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哋想參觀個單位嘅話，不妨聯絡我啦。